或者頭先聽咗經理解釋咗大概嘅情況之後，我再補充翻少少俾大家聽啦。因為頭先好多數字啊，好多技術性嘅嘢啦，咁我或者用啲我哋簡單啲嘅再總結一下，等大家消化下。咁其實我哋屋苑總共我哋頭先講 A 至一座，我哋有6座，每一座有6部 lift，即係我哋屋苑嘅範圍咧係有36部電梯，有36部電梯。咁36部電梯咧，其實喺2023年之前咧，其實係從來冇做出一個更換嘅，冇換 lift 嘅。我哋俗語講嘅話換 lift 啦。咁好多街坊就話唔係啊，我哋可能譬如 A 座啊、咩 C 座，我有部 lift 好新淨、好靚仔嘅喎，唔係換咗 lift 咩？嗰個唔係叫換 lift，因為點解咧？佢係即係你個機箱係裝修咗咁嘅，你去理解就。而我哋換 lift 嘅意思係乜嘢？頭先經理講咗好多，譬如咩食流電啊、咩摩打啊嗰啲，其實就係成個運行嘅系統，包括佢到上到去機服頂嗰個摩打鋼纜，包括晒嗰個所有嘅控制箱嗰啲嘢，全部係換新嘅。但係喺2023年之前，其實係冇做過嘅。其實之前上幾屆法團委員嗰啲管委會都係純粹我哋係你當屋企裝修油下油咁樣咯。就唔係全爆拉過晒啲電線，唔係拉過晒水喉咯。咁所以個 lift 個機箱係換過嘅，有的確之前係換過嘅。咁但係因為好老實嗰句，大家我哋都住咗咁耐喺度，都感受過其實會有啲 lift 壞咗啊、運 lift 啊唔方便嘅。咁所以同埋每年其實我哋簽個保養咧，其實都按年遞增緊。因為點解咧？電梯呢個服務咧係好特別嘅，佢哋啲我哋成日去揾報價咧，譬如用緊 A 牌子咁啦，我哋就算公開招標，唔知咩啲 B 牌子、C 牌子唔報嘅，跟住咧佢哋就可以自己係咁加個保養費，咁我哋又覺得好唔合理。咁所以點解最後咧就係喺我哋22年嗰陣時，我哋去接任咗之後咧，就去同啲我哋去研究呢樣嘢，因為我自己都身受其害，我都揾到啲嗰時都講真佢仲要前後都俾人揾咗晒2部 lift 都。咁我哋就研究過啦，咁就用保養費嘅形式，最後喺個保養佢加咗我哋保養費啊嘛。咁調翻轉我咪研究，如果你換啲要幾錢先？咁最後傾咗一個方案出嚟啦，就頭先好似Jason講啦。咁喺個保養費你加咗我嘅時候，唔該你俾翻啲增值服務我啦。咁所以會喺過去嗰2張合約入邊，第一張合約換咗3部，佢就係冇再另外收錢嘅。咁另外第2張合約就有6部，total 加埋9部。加埋有12部 lift，就係換咗頭先講啦，真係連埋上面嘅摩打，連埋啲控制箱換嘅。咁而個價值咧，就係、如果假設每一部 lift 我哋要俾錢嘅話咧，大概115萬度啦，大概115萬度嘅。咁你可以乘下12部係幾多錢？咁而家最部咧應該係 L35咧，大概就會去到4月中就會完成。咁就依咁多部 lift 咧就會換咗㗎啦。咁點解今次要匯報俾大家聽咧？就係、我哋暫時未有下一步決定，所以就要匯報俾大家聽嘅情況係咁樣。咁大家都知道頭先所講啦，如果我加埋所有嘅錢咧，頭先話115萬咧，但係佢未包嗰個機箱入面嘅裝飾飾面嗰啲嘢嘅。咁嗰個飾面咧，每一部咧平均都要俾42萬嘅。咁簡單啲，總共成個工程我哋過去換咗嘅，其實價值咧就會係大概1800萬，1800萬。但係大家係我哋冇另外同大家集資嘅呢樣嘢，因為點解喺呢啲錢咧邊度嚟嘅？就係、喺大家嘅管理費同埋個儲備入邊嗰度去做嘅。咁所以其實呢個就係要交代翻俾大家聽，依家呢個方法其實所以係唔需要。你會見到其他屋苑點解要咩夾錢換 lift 咧？咁我哋就係用頭先一開始我同大家所講嘅嘢，我哋希望用日常保養嘅方式去減輕大家嘅負擔，去做一個即係譬如我哋根據換 lift 嘅次序，其實係根據翻電梯公司同埋保安管理公司佢哋 mark 低咗邊部 lift 壞得最多，由嗰部開始換起先嘅。咁好啦，而家我哋換咗啦，咁9部加3部12部之後啦，咁但係剩低嘅時候，我哋點樣何去何從咧？咁所以值得大家去諗一諗，再話翻個意見俾你聽。頭先都講，今年因為財政預算案都講咗會有頭先講啦10億嘅優化措施，但係冇任何嘅詳細會講嘅。而另一方面，除咗10億之外咧，亦都會有佢嘅樓宇更新大行動2.0咧，有30億預算案喺度嘅。咁但係究竟係要點樣申請同埋要點樣符合資格咧？其實而家係仲未有消息嘅。咁我哋都會傾向睇下會唔會佢有啲資助，我哋先會去諗呢啲事咧。因為頭先講如果要集資嘅，大家OK 冇問題嘅。咁當然大部分人意向集資換埋其他嘅，咁我哋繼續去做咯。如果唔係嘅，要去揾資助或者係繼續用呢個方式慢慢去諗。因為其實
個年期都比較長嘅，因為我哋個保養形式嘅時候，要用一個好長嘅年期去換晒咁多部 lift 嘅。咁究竟係點樣？大家可以翻去之後，而家係未有決定嘅，係未有任何決定，亦都冇任何方向嘅。我哋所以藉呢個機會匯報俾大家聽，大家可以去考慮嚟緊個方向係點樣，應該要點做，可以俾意見嘅呢樣嘢係。咁因為再講一講啦，頭先講話財政預算嗰筆，我留意更新大到2.0同埋咩10億嘅優化升降機計劃。咁其實兩嚿嘢可能，因為我都唔係未睇到 details，我哋未知道未清楚嘅程度。優化升降機同更換升降機其實係兩件事嚟嘅。咁所以究竟嗰10億啱唔啱我哋用咧？入面嘅資助同嗰30億咧，我哋係未知嘅。因為優化升降機咧係我哋呢啲好舊。舉個例子，我哋呢啲好舊，但係冇安全裝置嘅嗰陣時，有啲可能要後加一啲好特別嘅安全裝置，因為自從我冇記錯係應該北角有部電梯突然間急着酒樓嗰度，跟住之後就自此政府收咗例就係要有個double brake system 咁嘅嘢，就係即係雙重剎停裝置。咁因為我哋嘅電梯 day one 第一日嘅時候已經冇呢啲裝置嘅，我哋要後加或者每年另外要再俾錢做一個保養，就可以符合要求嘅。咁如果優化措施咧，有時之前咧係有啲資助係可以符合呢樣嘢嘅，但係換啲就唔啱用嘅。咁所以就係要等個詳細情況出咗啦，我哋會再到時再同大家匯報，或者大家你哋亦都有資訊，亦都可以歡迎同我哋我哋喺第二間屋苑做到啲咁嘅嘢喎，大家可以交流嘅呢樣嘢，所以藉住呢個機會同大家互動係啊。好，接下來就係下一個議程，議程7。議決是否繼續於各座地下大堂外擺放長台服務。於2022年開始，大堂外擺放長台服務，最近有業戶反映可否取消該服務，但係該服務其實係方便各業戶使用，例如可以推廣環保同埋減廢。業戶可以將物品擺放於長台，等其他人取用，可以延長物品嘅壽命，減少棄置，同埋配合政府嘅推動源頭分類、循環再造嘅方向。第二，可以增加鄰里互助，物品免費分享，可以建立互相幫助同埋共享資源嘅文化，特別係書本、小家本同埋兒童用品等，增加大家嘅溝通同埋認識。第三，對於衞生同埋安全，本業處已經清晰嘅指引，張貼於喺長台上面，清楚俾大家知道，物品係由居民自發提供，有自負嘅風險。本業處係唔會為物品嘅質素同埋使用後嘅後果負責任，以降低爭拗。第四，如果取消長台服務後，有關業戶所有嘅速遞同埋外賣服務物品，都要由業戶自行安排自取。本業處同埋地下嘅接待處都唔會協助收取業戶所訂購嘅物品。而家進入議程7，準備投票。麻煩工作人員上，有業戶詢問。麻煩主席。或者可以，如果有問題關於呢個嘅，我諗都可以俾大家問問先，因為頭先都有業戶都講話上可能有意見反映。各位業主，呢度有民政事務處嘅政府專員喺度，我想提一提我嘅建議。個麥埋少少個咪，都唔好意思啊。我想提一提我嘅建議，長台擺喺每座大堂出邊，總共有6張。咁我咧就反對嘅，點解啊？張台係阻住逃生。係啊，你可以問問題，因為你唔可以講出你嘅意見，阻礙其他人投票㗎。係啦。咁你有冇啲咩關於呢個問題想問嘅？關於保險公司嘅風險評估，法團在公用地方大堂外增設大型長台，屬於改變大廈原有用途及增加公眾跌倒或火警風險，
請問法團是否以書面知會相關保險公司，例如第三保或者財產存檢？我哋投保嘅公司為中國平安保險香港有限公司。保險公司是否以書面確認我哋法團係可以擺呢個長台，而有意外發生或者有賠償嘅話，就邊個去賠呢啲錢？係咪保險公司賠啊？定係我哋業主個個俾1蚊2蚊去賠啊？跟第二點，關於保險賠償後之追討權，若保險公司在發生意外賠償第三者後，確實該長台的擺放涉及管理疏忽或違反大廈公契，即係 DMC 之公用地方用途，保險公司有權向法團追討賠償金額。請問法團是否有足夠財力承擔此類潛在追討？若保險公司拒賠相關賠償金及法律開支，是否需由全體業主夾錢俾啊？我就唔俾啊，1蚊我都唔會俾啊！關於委員之個人法律責任，若主席堅稱，唔係一擺啦，都唔係好亞啫，但係我就話阻礙逃生啊！同埋主席可能話保險冇問題，但係保險冇問題，主席話咁有冇保險公司書面話呢張台係冇問題啊？有冇貼出嚟話問佢主席問保險公司第三個賠唔賠啊？或者財產存檢賠唔賠啊？有冇書面答返我哋嘅法團？若日後保險公司因該長台而拒絕賠償相關之所有民事索償及維修費用，將由會委會委員個人全數承擔。我1蚊都唔會俾啊！我呢一家啊，而唔動用全部業主嘅管理費處理，即係我哋嘅資助時間嘅錢，1蚊我都唔會俾。第四，保險效力保證，若法團基於該建議而導致保單失效。咩叫保單啊？法團好俾定心丸我哋買2個保險，一就係第三保，一就係財產存檢。若日後保險公司因該長台，即係錄咗出面嗰張長台啊，而拒絕賠償相關之所有民事索償及，sorry， 法團將承擔管理失當之責。我係依座㗎，本人要求主席今日對保險效力之保證，逐字記錄於大會會議記錄，作為日後法律追究之正式憑據。我哋呢度有民政事務處嘅專員，麻煩呢個專員將我頭先所講嘅嘢記錄在案，因為你係屬於政府嘅派嚟嘅監察住而家我哋呢個會。鄭生喺邊度？請問？希望政府公平公正去處理呢件事。其實你問完問題未咧？問完主席，謝謝，多謝。OK， 問完啦嘛，我解答你問題先好唔好？因為今日會議主持係我哋，並不是你。OK， 咁唔緊要，我哋解答問題。首先，你頭先嘅提供資訊有好多錯誤嘅。第一，屋苑唔係淨係買咗2份保險，屋苑有5份保險以上嘅。咁另外一樣嘢，頭先你牽涉到講關於保險條款嘛？請問閣下何小姐，你睇咗保險條款未咧？你質疑緊個保險條款有問題，我想請問個保險條款頭先你所講嘅嘢，邊一條條款係會有抵觸先？唔好同我講淨係成份保險有問題，邊一條條款？唔係，你首先講咗，俾翻個麥佢好冇？我想知道你所講嘅，譬如話抵觸嘅，咁我或者舉個例子，如果我買家居保險，我是否每一屋企買一隻碗一隻碟，我就要 send 份問下保險公司，呢隻碗呢隻碟第三保保唔保啊？主席啊，唔係條款有冇寫需要咁樣先？我哋而家唔係討論係已經唔係，我解答你問題啊！我解答你問題。我想了解下你頭先所講，因為你講到好嚴重，我要自己負上一個責任。唔係啊，我想話咧。唔係，我哋而家單玩單先，解釋翻先。我想了解下你睇咗保險條款未先？我就問你啊。我解答咗你咯。我就話，如果你有冇白紙黑字保險公司？保險公司買嘅時候需唔需要咁樣做咧？我而家就問佢。係啦，你要 yes or no？ 我冇睇，但係而家我就問你。咁我睇你點會 query 呢樣嘢咧？會唔會全保或者踢保？咩叫全保？咩叫全保保險？大家明唔明白先？即係譬如有人話跌到要賠100萬，咁你賠唔賠到100萬咧？嗰個保險公司或者因為呢張長台，宏福苑佢買咗嘅 Orbis 嗰個 20億。
唔通佢就係黃福遠，然之後同佢講，我交張長台，然之後佢就但係政府諗咗有力。唔係你講緊個保險啊，唔係講政府啊，你搞清楚個問題先。而家就講長台。而家你就答翻我呢4個問題就 O K 啦。我咪答緊你咯，就係邊條條款有抵觸到呢樣嘢，係需要當你喺一個公共地方，我哋加張台或者一張凳。咁調翻轉，我今日開業主大會，呢度嗰幾百張凳，我係咪需要喺個保險條款 send 咗俾保險公司 black and white 確定我哋先開呢個業主大會保險嘅急法咧？唔係你答我先，需唔需要先？邊條條款需要啊？唔係，邊度都係出出入入㗎。而家呢度大家唔係大家。調翻轉嗰個，而家我就我想了解邊一條條款先。大火嘅話，呢度都有機會發生大火嘅喎。我就唔會賠償咁1蚊我都唔賠。另外責任並不是你個人。同埋大火係好多時為屋裏邊燒出嚟。何小姐你解清楚先。雜物引致火災。先，何小姐並不是你教個人揸住個咪話負責，亦都唔係我。我知，所以我。呢個管委會，因為我哋根據法例、根據條例，咁咧。建築物管理條例咧344章咧，香港法例第340章，關於法團係法團集體行事，唔係你自己一個人揸住個咪 declare 就可以。我知，所以頭先咁你知你仲繼續講嘅？阿鄭生民事政務處佢應該會執正啲㗎咩？你明知，咁你明知做顧問？我唔緊要啊，你主要唔係緊要㗎，去到咁多大家都業主嚟㗎嘛，唔係你。將我講嘅嘢入落會議記錄我就 O K 啦。日後法律追責就由你哋去負啦。法律追責咧係有法律嘅根據嘅。我知道你根據嗰個係律師啦，係咪先？咁我而家就問緊你根據邊條條例咯？係啊，所以我就係落嚟就講啦，繼續啦，繼續啦。但係你秘書就將我所講嘅嘢落咗會議記錄，唔該。會議記錄並不是係你咁樣去做㗎。你民政可以係阿鄭生你可以主持公道啦，你係屬於政府部門。唔係，首先啦，第一樣嘢啦，會議記錄所有業主講嘅嘢係咪可以入會議記錄啊，主席？條例邊一部分係咁寫咧？你可唔可以答到我？而家唔係討論。咁呢個有根據，我哋係跟法團行事係要根據條例、根據法例去做。另外，就頭先你所講，成日話主席話，主席係從來都冇咁話過，希望你再清晰明白。由頭到尾，包括我再重申喺呢個會議上，其實呢位何小姐當日喺會議喺管委會會議，我哋已經解釋過一次，而我亦都親自同佢講過，你可以去同我哋反映意見，亦都解釋過相關條例。咁佢亦都講話可能有咩消防條例冇問題嘅，咁我亦都再重申一次，你話阻礙消防通道，咁阻礙消防通道其實消防處我哋亦都睇過嘅，揾過晒嘅，係符合消防條例。咁我想問下，究竟係咪究竟呢個業主你所講嘅嘢係可以凌駕喺法律之上咧？你覺得係就係、如果消防處經過幾次嘅巡查，佢確認係冇問題，但係你就話有問題。我有街坊後面講話可以繼續㗎，唔好嘥人時間。哦，好多謝你，多謝你，多謝你，冇問題啦嘛，係嘛 ？OK，冇問題啦嘛。其他人或者會有冇其他問題？好，係。好，前面同事攞咪。喂，主席，我想跟進一下，就係關於個 lift 嗰個問題。因為如果你照你咁講嘅説話，有12部係更新咗嘅，咁呢12部嘅保養應該就係由電梯公司去到恆常負責嘅。但係你話咗低溫至到而家變成有24部 lift 咧，只係得個保養，咁係咪要每年都要加管理費？擺喺嗰個保險嗰度恆常嘅開支咧，咁究竟喺業主會裏邊有冇一個清晰嘅路線圖話俾我哋業主知？喺個更換嘅升降機嗰度係有冇一個時間表俾到我哋咧？如果你話年年或者都要加管理費而擺落去保養嘅説話，咁咪變得業主咪好辛苦，要年年都要加管理費。多謝晒你，係啊，正正就係你講嗰樣嘢啦。因為我哋啲電梯就係用咗接近40年，而個保養費一路其實都不斷都加緊，就係保養費不斷去加緊。咁
個保養費你冇得唔俾，因為點解咧？你唔俾嘅時候，佢失效嘅時候咧，佢亦都可以咁講嘅，佢會啲好啦，就係頭先講嘅嘢。點解我要將呢個議程攞出嚟話俾大家聽咧？我哋管委會過去嗰幾年最盡力嘅做法就係喺你講緊都係仲係加管理費嘅，但係如果你喺坊間其他屋苑更換電梯係要集資，另外俾一嚿錢，我哋係好唔想咁做，所以點解係用緊管理費嘅日常？希望唔好再大家攞錢出嚟。咁啱嘅，而家你嗰12部其實係新嘅保養嚟嘅，咁相對佢嘅保養費其實亦都會拉翻低嘅嗰12部。但係嗰20幾部咧，真係唔好意思，我哋都係要繼續俾保養，亦都簡單啲，我哋都要撳住搶嘅，因為點解咧？冇辦法，除非你換咗啲新嘅，佢可以減低個保養成本啦。否則的話咧，佢又冇第二間公司嚟投標喎。唔知點解 A 公司嘅 keep 咧 B 公司係永遠唔投㗎，好特別嘅。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有第二個辦法可以減低個保養費嘅，就係、唔用原廠保養。但係我哋有研究過，唔係一個理想嘅辦法，因為佢哋係一個即係你用緊一隻牌子。佢用緊蘋果嘅手機，你揾第二個牌子嘅去保養，我哋會覺得對於大家嘅安全性係有疑問。咁我哋所以點解要提出頭先？我就最後講咗一樣嘢，其實我哋未有定案嘅。點解咧？因為講到尾都係錢，而個錢唔細，唔知道大家嘅意向係點。究竟你係想我一次過換，我不如會揞錢出嚟換，定係繼續用呢啲方法去做？因為再翻轉頭，都好似頭先講長台一樣嘅啫，並不是一個業主嘅意見，我哋就可以做到，亦都唔係我哋幾個人嘅意見就可以做到。其實係要咁多位3000幾戶，當然冇可能3000幾戶嘅意見係一致嘅，但係不嬲法團係攞最大多數人嘅意見嘅。所以究竟係大家點樣咧？呢個我哋係好想知道，所以就係想大家俾意見。係攞嚿錢出嚟，我哋攞資助啊，定係純粹繼續我唔會㗎啦，我哋由佢啦 ，OK 啦，定點樣？呢樣嘢係大家俾我哋意見，嗰時我哋決定，我哋未有真正路線，因為我哋攞咗價錢，個價錢唔平。頭先經理都講過，係講緊幾千萬、3000幾萬咁。咁呢3000幾萬，我哋坦白講，咁多位業戶而家加埋嘅處理，即係簡單啲，你哋都係講緊1000零2000萬嘅，我哋加埋喺度，即係難聽啲，業戶呢都唔夠，唔好講大維修，唔好講大維修。我哋而家儲緊嘅錢啊，其實都係講緊2000萬都唔夠嘅錢，擺咗喺銀行度。但係如果淨係換啲用3000萬，大家會唔會制？係啦，即係呢個係一個財政上嘅問題，而家係，所以亦都我哋面對緊一個困難，所以亦都想大家問我哋之餘，都希望俾啲意見，幫手去諗諗，係啦，希望解答到呢個問題。唔好意思，我想問，可唔可以唔我啲公司㗎？你係想講嗰隻牌子定係個保養定點先？你啲公司啊嘛，唔使個牌子㗎。第二間啲公司會唔會做啊？頭先就係講緊呢個問題。電梯而家香港其實，如果品牌其實我哋嗰次大概4年前試過去做一個類似，你當我哋去研究要換呢，其實都係得13個大牌子到嘅大約。咁而呢13個大牌子，你呢個係個 lift 嘅牌子啦，咁就嗰間公司會做保養。當然亦都有頭先我所講啦，就會有啲所謂嘅第二線啊艇仔去做保養嘅，會平嘅，但係會有啲問題喺其他屋苑出現就係乜嘢咧？零件問題，因為點解？我就係、舉例啊，佢哋就我係嗰間牌子公司，我唔幫你出嚟，你艇仔咪永遠攞唔到零件咯。即係要有呢個風險，最後係你哋揀嘅，因為保養我哋係會投票嘅，係有投票嘅。因為4年你管理公司嗰陣時，我哋有揀過管嗰啲公司㗎嘛，好似奧迪斯都有參加㗎，個價錢平過好似方力嘅。係，就係嗱，但係我即係我哋話齋選舉咧多數少數嘅。冇錯。咁你哋多數咧就其他方力，所以其實奧迪斯咧都係我哋話齋艇仔嘅，艇仔做嘅，艇仔做嘅。個咪擺喺個麥度，係擺高少少。係啦，會。唔係，其實基本上如果有選擇，我哋都會好似而家咁全部攞晒出嚟俾大家揀。係啊。我哋由頭到尾都冇話一定要用佢，所以我哋會將
所有選擇每一次都會攞出嚟咯，係啊。當然，唔係嗱，即係我應該可能再講啦，管理費或者因為我哋仲有啲議程喺度，我哋會再講一講。譬如好多都話加唔加管理費，或者我哋可以繼續討論嘅，我都講話去到尾我哋，因為我哋個會都要繼續去嘅。咁我應承大家，我哋後面會繼續嘅。咁我哋先講翻呢幾個議程先，好唔好？好，咁我哋思怡開始議程7嘅投票。好，進入議程7投票時間，麻煩拎投票箱嘅工作人員上前。進入投票時間，麻煩各位業主取出議程7嘅選票，選票表格係藍色。請各位業主就已決定通過龍蟠苑 A 至 F 座地下大堂擺放長台進行投票。如果各位業主贊成保留長台，就將選擇選票1；如果大家選擇係不保留長台，就揀選選票2。麻煩各位業主準備選票。票箱工作人員請顯示投票箱係吉箱。OK， 而家可以去收集選票。提大家啊，選票係唔可以寫任何嘢同埋對接。呢個係議程7藍色嘅選票。有冇業戶係未將選票擺落投票箱？麻煩舉手示意一下。知道，係。麻煩仲有冇業戶係未將選票擺落投票箱？麻煩舉手示意一下。前面中間唔該。仲有冇業戶係未將選票擺落投票箱？麻煩舉手示意一下。拎投票箱嘅同事，麻煩翻去台前集合。如果冇，我就會數3聲。3、2、1，截止投票。而家進行點票時間。而家邀請2名業主為我哋進行監票過程。有冇邊2名業主係可以？麻煩舉手示意一下。有冇2名業主？有。麻煩有冇2名啊？又有一位白色衫先生係。仲有冇一位業主係可以進行監票？麻煩晒。中間係啦，唔該晒。唔該晒。麻煩大會嘅職員為監票嘅業主進行登記，同埋帶佢哋去點票區。係咪有位女士想麻煩呢位同事。大家好啊！我想問一問咧，我龍蟠苑咧有冇機會有個廚餘機嗰啲㗎？
好似以前有㗎，咁而家唔知點解冇咗。廚餘機咧，你講舊時有咧，應該係講緊我好細個嘅時候，好多年前嘅。唔係，因為嗰啲係好初代嘅，我記得嘅。點解冇嘅？嗰陣時就聽聞，好似因為早期嘅廚餘機咧，就係個氣味問題啊，擺咗喺嗰度。咁而家咧，其實我哋係有申請緊嘅。尤其是係喺早2年咪佢講緊個垃圾徵費嘅。其實我哋一路係申請緊嘅。但你 O K 啊？係政府冇被批。哇！但係復得好似好多部㗎咯喎。係啊，我哋都申請都唔少㗎，我哋都因為佢用500戶做一個單位嘅，咁就500戶有一部嘅，咁我哋申請咗，但係咧有幾樣嘢嘅，一路佢都回覆，其實我哋都叫個管理公司追嘅，咁佢就話呢個位置如果要改又要重新點樣申請過咁樣，一路都未有，同埋有初頭申請嘅時候，佢話好多人申請未有機住，未派到俾我哋。咁但係其實係一路我哋係好早，我諗2年前已經開始申請啦。我哋已經申請咗2年㗎啦。係啊。明白，唔該晒。咁我哋市民可唔可以自己去，即係去唔知乜部門啦，政府咁樣問佢哋啊，投訴啊咁樣？我哋一路都問緊，佢就不斷講咯，因為好多人申請啊，又話啲機當初第一個初頭就話咩供應商做唔切啊，跟住之後又有譬如廚機我哋擺個位置，佢要來睇㗎。佢來睇，呢個位唔得喎，咁你一般第二個位咧，佢就同你講話，咁因為譬如舉例，佢就話廚機又唔可以擺露天，咁跟住譬如所謂露天，就算你有塊遮都可能未必得，你一移入咗去咧，跟住佢又話我要重新申請過喎，重新排隊喎，咁而家一路都 keep 住我哋都有做嘅。好，唔該晒，唔該晒。頭先講到個呢個問題啊。咁咧就我想問咧，有冇計劃咧？因為嗰啲外邊嗰度啲框啊，嗰啲框咧好多油漆咧已經剝落晒㗎啦。咁啊唔知有冇計劃就做即係翻新翻咧咁樣啊？我哋呢個每一座嗰個框咧，其實當日我冇記錯，好多年前係由技工去油嘅嗰陣時係。咁我哋換 lift 嘅時候咧，其實幾年前我哋研究過換到嘅一嚿嘢。咁嗰個就好抱歉啦，因為咧點解咧工程實在好大，換唔到嘅，咁只可以油，好似你咁講。咁我哋都同管理公司講過嘅，有排過，有諗過嘅，會因為有啲可能都生咗鏽啊，或者咩係有嘅，但係因為本身我哋屋苑都好多工程做緊，其實有排到嘅，不過係需要啲時間，係有嘅。我哋會揾我哋方向試下係揾技工去油，因為點解咧？佢嗰種油咧唔係純粹就咁，我哋屋企油都油上去嘅。佢係要用唔同嘅，同埋你點樣可以油完之後持久性咧？即係好坦白，我哋都唔想佢哋啲同事油完交完功課俾我哋就算嘅，因為唔好話咩過2年就甩晒咁樣，我哋都唔係好想咁樣做。所以係有嘅，我哋係研究咗，亦都會個方向係揾技工去做嘅，希望係啊。咁我哋再有 update 會再開會或者其他喺會嘅話。多謝主席。喺度呼籲下管理處咧，關注下喺大堂咧張貼嗰啲通告，比較明顯嘅通告，通知各位鄰居唔好抌垃圾落街，尤其是最危險嘅就係煙頭啊！因為之前都有通有匯報過我哋管理處嘅，咁而家咧就會發覺咧窗台咧就不時有啲煙頭啊。本人係唔反對食煙嘅，但係希望喺度呼籲啦，各位喺外嘅鄰居可以食煙嘅，但係唔好抌落街，或者你抌落街之前要整熄佢。明白嘅，佢一定要抌噶嘛，佢要毀屍滅跡噶嘛。我哋咧都不斷咧都有收到呢啲咁樣嘅即係信息嘅，亦都不斷咧嚟見我哋咧都有出到通告嘅。不如咁樣，我哋揾同事 mark 翻低你嗰個單位係埋個邊一度，咁我哋咧就會再呢個係呼籲其實個屋苑嘅，唔係爭我單位嘅。明嘅，我哋會再作出通告，即係同翻各位嘅議會講翻聲，即係因為即係運件事件啦嚇，我哋都需要即係去醒覺呢一樣嘢，我哋再出多一次通告啊，好嘛？第二個咧係我呼籲下咧，外邊呢啲長台啊，係咪可以酌量收窄少少，方便啲輪椅人士？明白。而家就係我哋會
呢一個投票就係究竟會唔會保留翻張長台咯？就係、咁，如果保留嘅就可能會再優化佢，或者就頭先講我哋會縮晒佢，或者做啲咩措施。如果唔保留嘅，我哋就直頭會收咗佢噶啦。咁如果收咗佢就冇呢個問題噶啦。咁所以就係交翻俾大家做決定啦。所以就係等個結果出嚟做決定呢樣嘢，好冇？咁頭先街坊都講嘅嗰樣嘢，我都好贊成嘅，都趁呢個機會